囡仔生就生啊，是不是马上甲伊讲一声？唔免啦，我电话的时候伊无来，迄时阵上好见面，伊嘛无来，我早就无吃吧。啊，毋过我是感觉嘛是爱甲伊讲一声的。哦，唔免啦。哦，唔爱讲，唔爱讲。哎，阿伟，我开会就无时间啊，你有代志教我吼。什么？哎，喂，什么？我今日袂使去找你啊。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。救人啦！救命啦！无代志啦，爸，我无代志啦。有哪无啦？这是你干嘛呢，爸？小姐，别管吧，阮查某囝伫迄山房啦，去甲救啦，恁去啦。西西，西西，我做宝宝病，我阿妈命无代志，